咁今日有幸跟住朋友嘅採訪啦，提前一日打卡咗我中意咗好耐嘅攝影師 Tango さん喺廣州嘅10年小展。咁呢個10年小展嘅10年係以佢戴上面具成為 Tango さん為界限嘅10年。咁展出嘅係其中佢呢10年以嚟拍攝嘅作品集。咁睇咗佢咁多年嘅視頻啦，咁今次終於係可以喺線下真真切切咁行入佢嘅世界嚟睇佢嘅作品。咁今次展覽嘅場地都係算比較大啦，比起佢喺日本開展覽嘅話，呢度確實係相比起身比較有性價比。點解呢個藝術館嘅入口咁隱蔽？而且亦都令到我哋呢班廣州粉絲係體驗到乜嘢叫近水樓台先得月，因為之前呢啲咁嘅藝術展覽啊，或者係佢嘅一啲活動都會開喺北京或者上海，咁今次終於係輪到我哋廣州嘅粉絲得益啦。咁行喺展廳入面咧，就會見到好多曾經出現喺視頻入面嘅老面孔啦，好似小劉啦、提提啦呢啲。咁佢哋對於我嚟講似係一種回憶嘅具象化，就好似係視頻入面睇到嘅嘢，突然之間行到喺你面前咁嗰種神奇嘅感覺。咁呢個都認證咗佢一直以嚟強調嘅觀點，就係如果你睇相一定要買畫冊或者喺線下睇，因為你喺線上嘅話，你好容易忽略咗嗰啲關乎於質感啊或者層次嘅細節。咁呢啲細節呢，又啱啱好係你平時學習攝影、模仿大師嗰陣時比較寶貴嘅一啲養分嚟嘅。我舉個例子就係以前微博時代，大家應該有關注唔少嗰啲美學博主。咁嗰啲美學博主呢，佢哋基本上每一個人都係會轉載一套寫真嘅，就係木村拓哉嗰套寫真。但係你會發現係每一個營銷號佢哋轉載出嚟木村拓哉嗰個寫真呢，色調係唔一樣嘅，即係佢哋已經自己全圖都已經傳到包裝啦。咁呢個情況下對你嘅學習好似係冇咩用啊，除非你係木村拓哉嘅粉絲，因為如果你係佢嘅粉絲嘅話，你睇佢個樣就得啦，你睇佢有幾靚仔就得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攝影師或者係藝術家嘅話，你係要去觀察佢係點樣影，同埋佢點樣影出嚟，點解要咁樣影。咁呢個時候色調同埋成張相嘅思路就好重要，所以咧呢個情況下你一定係要買畫冊去睇佢真正出嚟嘅色調係點樣，呢個先係對你嚟講最重要嘅。所以喺網上好多嘢係你睇咗，你係只係俾你淺嘗一下，然後你翻去你有興趣，你一定係要買實體嘅嘢，或者係有機會去睇線下嘅展覽，睇到呢一樣嘢係真實係生成點，咁樣先會對你有幫助。咁採訪咗結束之後呢，我哋就好似朋友咁幾個人圍喺度傾咗一下偈啊。咁其實我個日係特登着咗件佢嘅衫嘅，算係有備而嚟。所以嗰日呢，我同佢係順理成章咁，我幫佢影咗張寶麗來，然後佢亦都幫我影咗一張寶麗來。亦都係圓咗我一個當時冇去
冇去上海嗰個12海里嗰度嗰個活動嘅一個遺憾啦。咁更難得嘅係佢係現場同我開小灶，咁指點咗一啲我係影相嘅建議，同埋我構圖上嘅一啲毛病嘅。咁成個過程係自然又舒服。走嗰陣時咧，甚至仲送咗我一本凸清嘅攝影集。咁講實話，一開始我都只係跟住我朋友去做嘢嘅啫，冇話今日係要帶走帶到或者係有咩收穫嘅。但係 Tango さん依然都係會俾到我哋話，你唔好空手而回，你一定係有啲收穫，即係你嚟到之前你一定要有啲收穫翻去嗰種咁嘅感覺。咁呢一點會令人感覺到佢係真係溫暖啦個人，同埋佢係真係好用心嘅。諗翻起一開始係中意佢輸出嘅一啲攝影嘅乾貨啦，咁到後面係欣賞佢嘅觀點，再到後面係一路買佢審美在線嘅周邊。咁好多謝 Tango さん一直喺互聯網上面堅持輸出自己嘅審美邏輯啦，一步一步拆解一張相點樣去睇，點樣去影，不斷去分享一啲自己嘅思路俾大家。咁喺呢個多多少少有啲美育缺少嘅時代，可以有呢種拳打直球嘅分享，我覺得係好難得。有好多人啱接觸攝影或者藝術類嘅時候唔識佢哋係唔識係往邊個方向行，睇佢嘅視頻就唔會話令你完全擺脱迷茫，但係起碼係首先可以俾你有一種鑑賞能力，咁最後就可以自己去挖掘或者去發現一下點樣去行剩低嘅路。直接話俾你聽一個參數或者一個 lapse 嘅話，咁仲不如話俾你聽我嘅思路同埋觀點，我點樣去影，然後你自己再去慢慢感受、慢慢發掘，咁樣先係對你嘅成長係最好嘅。咁呢個10年小展嘅話喺廣州咧，仍然係展到6月份先結束嘅。佢係 Tango さん到5月6號已經係唔喺呢度㗎啦，但係嗰啲相係會繼續喺度展出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繼續去睇一睇，趁人少少。咁最後希望係 Tango さん下一個10年可以輸出更多有趣嘅嘢啦，希望佢越做越好，越做越強。